来乡亲啊，讲这个民进党基隆市长的参选人蔡适应博士的论文嘛涉嫌抄袭。时代力量召开着记者会，指控蔡适应伫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博士的论文，唔但无甲文献列入去参考资料，都参维基百科。 中国百度的网站，拢将做伊抄袭的范本，抄袭的比例33%。蔡适应安怎来背回呢？伊讲伊毕业的时阵，拢有经过论文比对系统的检验，符合着学术的伦理。蔡适应讲，这是对手恶意来抹黑。台北大学来回讲，若接到检举，会照规定召开审定委员会来审理。 在9月2号，蔡适应登记参选的时，提出伊台北大学博士毕业证书，想要到才过4天尔，都时代力量讲论文涉嫌用抄的。蔡委员的这个博士论文有一个马赛克式拼贴，那我不晓得哦，你要怎么样让基隆人可以相信你作为一个市长，作为一个候选人，你有机会可以带领我们基隆。 议员有提出证据，蔡适应伫2020年北大都计所博士论文，被讲有抄30篇的文献，25篇无写参考资料，其中有1页是拢完全照抄，要抄维基百科甲百度的线顶资料，结论嘛毋是家己写的，抄的比例有33%。大学生的作业都不能这样写了，我们的博士论文呢可以这样写吗？ 蔡适应强调讲，论文经过检验下勘的考验，对手完全是恶意的抹黑。我想对手可能会觉得我最近选情非常稳定哦，那居于领先的态度，居于领先的态势，所以对手故意用论文的部分来攻击我。在毕业之前，我们有按照学校的规定跑过 Tuton 的论文比对系统。那这个论文比对系统之下，我是符合学术规范的。 蔡适应所讲的论文比对系统，其实是全台大学拢在使用。也对手国民党参选人谢国良冇回应。从来没有看过蔡适应委员的硕士或者是博士论文也不是我所关心的。我比较针对基隆的政策政见。 台北大学表示讲，目前也未接到检举，宣言到最后的关键的时刻。这个论文的抄袭风波，嘛随着时间步步的逼近，也会收不尽春风吹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